虽然疫情南下越来越严峻，不过做好完善的防疫，中嘉宽屏三冠王爽新团队持续巡回台南各区，启动媒体识读力。27号特别针对65岁以上高龄长者的族群，邀请他们来到湾西照顾咖啡馆的服务据点来听讲座，为让社区长辈可以融入课程。讲师会中不断穿插有奖征答的互动，以寓教于乐的方式，希望大家都成为认识和解读媒体的尖兵。该照顾咖啡馆的服务据点，除了乐龄，也是社区整合和辅具媒合中心。这次搭配私立医院的卫教，用如何分辨医疗健康的真假消息，也是另类的健康促进课程。尤其是健康类相关的讯息，那有时候他们可能会看到一些，可能跟他们的运动啊，或是他们的饮食相关的一些所谓的健康讯息，可是这些健康讯息并不是，很正确，所以让他们能够有对这些讯息做一些识读，做一些判断，我觉得对他们来讲，对于健康促进这一块也会有很大的帮助。我们常说眼见为凭，有图有真相。不过在传播科技推陈出新的新媒体时代，受到政治立场和商业利益的影响，即便看到影像、听到声音，也未必全都是事实。所以这样的课程对长辈来说，学习如何耳聪目明有很大的刺激。真正信息网拢看了拢当作真的啦。阮大部分拢安尼，拢想好有影安尼哦，就较紧传。其实。有很多都是真真假假啦哈，安尼啦，就是，对，就是爱小迄个小个查证一下，听，不要一下就全部传出去。里头收到的讯息很多，我们都很难分辨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。那今天听了这个课以后，有这么好的机制，可以让我们做选择正确的知识来观赏。拒绝假消息。记者郭文吉、林庚台南报道。